以先生之意，寡人如何才能博采深意，体味这美人的妙處呢？大王若能将列国之美人齐集于后宫，日日相对，深吸三味，试問天下還能有誰比大王學問深厚，豔福齊天呢？說得好。可是寡人如何才能收集齊這列國的美人呢？大王以為在下的眼光如何呀？张子对天下美人見解精闢，眼光獨到。那就讓張儀為大王踏遍列國，尋訪天下之美。好，那寡人賜先生千金，就拜託先生替寡人尋訪列國的美人，收入我楚國後宮。大王英明。张子不容易，这100金說什麼我們都不能收。100金是我張儀的承諾，一謝月公主搭救之恩，二謝魁姑新衣之勞。我們救張子也算是緣分，談不上恩情。你若真要謝，就謝魁姑的針線吧。哎，給張子做件新衣也是舉手之勞，說謝就太見外了。楚國這個地方啊，只敬衣衫不敬人。你看，如果我張儀早有這麼一件新衣，這當中哪還會費這麼多周折嗎？哎呀，一件新衣，半個時辰，搖唇鼓舌，收穫甚豐。我張儀闊了，小冉也有了買寶劍之金，你們手頭還可以寬裕一些嗎？聽說張子要去諸國為大王尋找美人，這路途遙遠，小冉買寶劍也用不了這麼多，這些金張子還是帶上，以防萬一。啊，你們以為我張儀就這些錢財啊？我告訴你們，不出一日，還會有人迫不及待地要給我送來更為豐厚的盤纏。張子竟然用了一篇玉女論賺得大王的金子，這算什麼本事？哎，你偷看在下的策論了。張子若行事磊落，用不着對人遮遮掩掩吧？我若遮遮掩掩，你還能看得到嗎？我張儀，我敢做敢當啊！那篇玉女論也是為了得志其心，投其所好啊！你這是曲意迎風，不擇手段，非君子所為。非君子所為？我張儀是今日不得已而為之，忍屈受辱，為了他日一展胸中之宏圖，這才是真君子。你羋月公主不但不應該責備我，你應該誇我才對啊！收下吧。哇，真亮啊！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呢。這麼大一顆珠子，是哎，我也沒見過。還這麼亮，這是什麼呀？這叫夜明珠，產自西域。這樣的稀罕物件我也是頭回見到，所以把你們叫過來讓你們瞧瞧，也長長見識。可真亮啊！这可真是個寶貝，夜裡看起來像一個小月亮掉在屋子裡。此物幽香暗拂，聞起來比那些蘭草還要愜一些。只可惜母後不讓月兒來，不然沒準她能說出個究竟。依我看吶，咱們楚宮可並非只有一顆寶珠。舒姐姐國色天香，冰清玉潔，不也正是我們楚國的寶物，母後的掌上明珠嗎？讓妹妹看看，是這夜明珠耀眼，還是姐姐耀眼？可不是，這一比，舒姐姐可把夜明珠給比下去了。像這等奇珍異寶，也只有母後才配享用。若不是壽山福海，哪兒鎮得住物寶天華？母後，您說是不是？瞧這張小嘴，快趕上8哥了。好了，玳瑁，快去，帮我讓人新做的冰鎮糯米酒和金銀花茶端上來。是。
张子，敢問是張子嗎？正是在下。我家夫人要見你。你家夫人是誰啊？南後鄭秀。張子這邊請。在下張儀拜見夫人。免禮。不知夫人召見张儀所为何事？听說張子不日即將啟程前往諸國，不知是否還會回轉？回夫人，那得看盤纏的情形。盤纏使完了，才自然得回来。這裡是500斤，外面天高雲闊，容張子大展宏圖。若張子肯答應永不再回大楚，臨行時將再獲酬金500，以壯形色。謝夫人赠金壯行之恩。本來我想也可不回，但此次一去不返，總該跟大王當面辭個行。若夫人明日能促成此事，張儀一定會當着大王和夫人2個人的面做出承諾，如何？天氣这么热，都这么晚了，我還真有些煩了。我們趕緊回去吧。是稀罕東西，說它能驅趕蚊蠅，夜晚清涼如水，不知真假。不如讓我拿回去試它一試。公主，當心！既然是寶物，我以後必然愛惜。若要是追問起來，我就是拿回去賞玩一日。對我一向另眼相看，知道了也不會怪罪我。蓋上。月公主，你都不知道那個寶貝有多好，簡直值好多個城呢。那叫價值連城。對，是價值連城。月兒雖沒見過，但也知道那是好的。至於那香氣，我思量這寶珠中間或許是